有機會提高人口，真係人口所上升，自然擁有嘅發展。財務上有助改善蘋果嘅市場份表，加強內涵嘅穩定性，若果蘋果嘅銀行業務利潤逐步提升，會帶動蘋果系統業務嘅市率。資金跟住要獲得合理嘅回報。不過馬明斯強調，因為交易逐步融資，交易亦影響公司嘅上市能力。今年上市後，蘋果換派最多公司有新發行股，亦單同係有財務減少。咁分別一次咧就話800出開，但係由頭尾咧，有幾日買到嘅咯喎。新發行啊，或者因為業務限制，佢真係量化嘅幅度咧就真係唔係好多嘅喎。我分析俾數據啦，位啦，我啦，如果唔係數啊，你啊，所以咪寫出嚟咯。咁啊，同埋如果你講翻咧，之前我哋香港嘅地鐵咧係6號咧，佢當時就檢測咗港鐵嘅時候就係靠入咗嚟喺度講時路㗎嘛，係咪啊？人哋都擺廣告啦。嗰時都幾好啊，形象啊。家庭衞士啊，咁嗰啲，即係其實就佢最好嘅地方就係俾啲分析員啊，官員咧做晒啲相關嘅內容嘅，可以量化到計到，可以慳到幾多錢啦，因為嗰度係減價咗啦，仲有咧整體啦嗰個開源啊、流方面啊、人流啊方面，佢真係睇到出嚟啦，咁你就情況就好多。即係我哋係幾考嘅，咁都有嘅，呢啲就係佢所在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冇數據咧，如果你大眾可能冇係啦，大家話機會係好啦。不過我哋咧而家個市場咧就大家話咧就講下咁嘅大嘅